韓呢幾日天氣都麻麻地，部分地區都幾大雨，同埋有狂風雷暴喎。係啊，思齊，大家翻工翻學出門口咧都要帶翻把遮傍身啦。先睇下分區氣温，截至上晝8點，各區嘅最高氣温介乎27.8至到30.5度，至於最低氣温就介乎25.8至到27.2度。轉睇下雷達圖，位於南海北部嘅低壓區正係為嗰區帶嚟唔穩定嘅天氣。而本港方面，今朝多處地區錄得超過10毫米嘅雨量，而西貢同沙田嘅雨量更加超過40毫米。預測大致多雲，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，雨勢有時都幾大，最高氣温大約30度，吹和緩嘅東北風，漸轉吹和緩至清勁嘅偏南風，離岸間中吹強風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嘅水平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3，強度屬於中等。跟住睇埋各大城市嘅天氣。江門、廣州落雨，澳門雷暴；貴州、潮州落雨，廈門雷暴；上海落雨；北京多雲；瀋陽雷暴；首爾落雨；大阪、東京明朗；胡志明市雷暴，馬尼拉雷暴；墨爾本驟雨，悉尼天晴。布里斯班天晴，奧克蘭明朗，溫哥華明朗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天晴，紐約天晴，多倫多天晴，倫敦明朗，巴黎天晴，阿姆斯特丹驟雨，法蘭克福、蘇黎世明朗。天氣先講到呢一度啦。